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再来看中南部一直落大雨，世界拢会淹水，即马又有风台可能会影响台湾。气象专家表示，目前位伫广东的沿海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成做今年第9号的风台，有可能会登陆台湾。拜4到拜6影响台湾上侪，提醒观众朋友要爱特别注意。伫广东沿海热带扰动，礼拜2早起已经发展做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发展做今年第9号风台卢比。气象局提醒，无论是毋是叫做风台，综合各个路径显示，礼拜4到礼拜6会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它在今天到明天2天，星期2到星期32天有机会增强为轻度台风，之后向东再有偏北的方向接近台湾海峡。如我们预报资料来看的话，它在星期4到星期6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海面。礼拜2、礼拜3，台湾继续受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各地依然有强降雨。其中，嘉义新港2天以来，降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屏东春日降雨量也超过280毫米。气象专家提醒，中南部会继续落大雨，尤其是礼拜4开始，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风台影响，雨势会愈来愈大，甚至风台无排除登陆的可能。礼拜4、礼拜5的时候是蛮接近台湾，不排除会登陆的可能性哈，但是这个变数很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这个细风低压大概到周末的时候，会慢慢的在北台。下礼拜大概1、2还是西南风的环境。专家分析，因为台湾是伫大低压带之内，若是台湾东北边的低压继续发展，互相牵引，就会较复杂。按算伫礼拜3热带性低气压的路径会较明朗，民众爱继续注意有无资讯。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中南部的雨是落袂停，石门、詹文、南华顶高的水库就拢一直放水咯。水利署是表示，詹文水库今年的5月底水量加剩3.5%，也毋过目前嘛已经超过9成咯。今仔中昼开始泄洪水库嘛已经有2年无泄洪咯。南华水库因为小连续几啊天的大水雨，水位已经满啊，而且自然溢流出去，规个看起是真壮观。为7月2日开始，一直到这个月初3，连续9天拢是溢流的情形。南华水库的集水区8月初1溢流了后，水位一困头降低232米里。那南华水库也是因为在前一波的干旱中，我们水利署是尽可能的从高频期的钾仙叶来取水，所以目前南华水库的溢流量也大概在40到117 ms。根据水利署的资料，目前全台湾的水库拢总有9个水库是伫爱排水的境界当中，包括石门水库、立溪潭水库、乌山水库等等。也若全国上大的詹文水库，已经要2年的时间无排水，最近水情有变较好，跳水率到初3为止已经增加到91.5%。为着保留有够会当欠水的空间，初3中昼有漏一寡条做调节性的排水。那因应中央气象局对这一波的降雨的预报，可能会下到礼拜5，甚至礼拜6、礼拜天。那因此，目前有一些蓄水位的水位比较高的这个水库它都在做调节性的放水。水利署强调讲，最近几个水库的水位拢满啊，会排水，提醒民众毋通因为暂时无落雨，就走去溪流的所在佚佗。也若伫咧水尾的民众甲工作人员，尽量毋通踮伫咧溪部的，避免水库排水的时阵，溪流会涨起来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市昨嘛淹水新港洪天宫头前的中山路水是淹到脚头乌，店家到透早佮继续的摒扫。嘉义市西区的红瓦里嘛淹水，嘉义市是赶紧把水排到嘉义县的北回归线太阳馆的集水井，因为当地有设一个台检站嘛造成台检站附近淹水，互等待要起来检的民众是真无奈。对2号尾暗仔清理淹水到即马还未清煞，互店家真无奈。嘉义县新港洪天宫头前的中山路，2号因为大雨淹水，水深到脚头乌，到尾暗仔水较提去。但到3号透早，有一寡店家的涂骹也是看会出有淹水过，一想到损失，店家就笑袂出来。昨暝就拢无困啊，想讲准备今仔来，毋知要了偌济。从来没想到补助啊！你也卖大概水来淹得了。2号的大雨造成嘉义县市真侪所在拢积淹水，嘉义县农会水池啊水位嘛满。几啊百条鱼仔全部拢游出来，工作人员赶紧摕水桶、鱼网仔撩水互鱼仔，互因感觉上去，阁真爱笑。
它也是我们嘉义县农会呢很重要的资产。水烧退的时候呢，赶快能抢救几条是几条。虽然这水提起，但嘛，互嘉义县市排水的问题浮出台面。为着排除嘉义市红协力饮水，市府用抽水机将水排到嘉义县水上的太阳馆接水井，但太阳馆当地做体检，刷出现单校区饮水的离谱状况。你看这个水管，它这个抽水机放在我们北回太阳馆，结果这个水管的部分是直接把它就是往我们的就是筛检站那边冲。那我们好不容易我们的人很踊跃来这边做筛检，都被你冲走了。因为它抽水抽出来之后，它没有顺利的往它原本该有的涵洞区，它要回堵回去原本抽水的地方了。民代强调，嘉义市真清楚，嘉义县排水无法度一摆到位，应该想办法征收农地做水池啊，唔是单靠抽水到嘉义县。希望县市政府会当合作协商，共同解决治水的问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嘉义报道。中南部大雨落袂离，中华甲云林的农作物嘛拢水伤。中华 KO 的果菜市场，种菜市有60栋哦，比碰时啊减少4成。云林种的杏菜甲硬菜，真侪拢烂去，价少是起袂少。县政府嘛开始评估财损的补助。中南部因为连续几天的大雨，真侪田地拢浸伫咧水内底。云林的农民看到最近这疫症的土豆，唔知影如何是好。水淹了2、3天，然后水伤嘛，太阳一照下来，它就烂。若是土豆、杏菜甲硬菜，因为浸着水容易烂的特性，目前分别计数已经起9成甲6成。云林县整体的农业财损统计已经达到872万块，估计还佫会再上升。县政府会启动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那我们请农民，如果一旦有灾情，那向公所这边来进行通报。那我们会用最快上的时间来找中央的一个单位，然后来进行相关的勘灾上的一个确认。中华的农产也受灾，苦瓜农趁着天气出力，赶紧来抢收。量少绝对继续会浮嘛，咱的品质嘛会差异。彰化县 KO 镇果菜市场8月2号到货量大约是60吨，比平常时减少4成。叶菜类的品质也拢无啥理想。天气出力了后，水上的蔬菜会阁真紧烂，会阁造成长货，估计菜价第2季内也阁会起。苦瓜、丝瓜跟菜豆的涨幅最高，因为这种花果类容易受到它的花果受到雨的影响。传统市场的摊商加采卖的民众，拢已经感受到物价伫咧起，其中高丽菜、瓜仔年、糖虾菜、杏菜起真大。青江菜啊，本来1把卖10块，今天就卖到15块了。肉类会多一些，然后青菜就少一些。中南部预测雨势还佫会落1礼拜，农业的财损可能还佫会扩大。云林甲彰化的果菜市场估计，葱啊是后一波会佫起的作物，民众爱有心理准备。记者中华云林报道。来关心疫情哦，过来今仔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有3个带病入境，有2个人死亡，其中新北市有10个，台北市是4个，嘉义县有2个。明仔载开始哦，会阁送52万外重的 AZ 疫苗到地方。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有本土病例有16名。区隔阳性的10名，境外移入的有3名，那死亡有2个个案，新北市10，台北市4，嘉义县2例。8月4号就明天，我们会配送52.57万剂的 AZ 疫苗，提供预约平台及国高中教师补教业者，这是第5轮那第5轮它预计施打的是8月11号到8月17号，那大家从8月5号的上午10点到8月7号的12点，可以去预约。有真侪国家疫情搁会探息哦，英国官方之前有报告就指出讲，有真紧就有可能会出现超级的变种病毒，到时阵疫苗恐惊就无保护力咯。过来专家是讲哦，若是病毒流感化，嘛会爱亲像流感的预防针共款哦，疫苗逐档拢爱有改变。打疫苗的
新冠肺炎还伫各国咧炭烧，虽然各国有真积极甲民众伫注疫苗，不过顶一日英国官方发报告指出，因为新冠病毒无啥可能防消灭，目前差不多会当确定讲病毒不断伫咧变种，那久来就会出现超级变种病毒株，将基本会互目前所有伫咧使用的疫苗拢会变做无效果。针对这点，国内的专家表示，新冠病毒若流感化，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很清楚，流感每一年新的流感病毒来的时候，都对去年的疫苗基本上是失效的，因为它已经被淘汰选择过了。那我们现在其实也一直在淘汰选择新的新冠肺炎病毒，从武汉株淘汰变成英国株，淘汰变成印度株、德尔塔株，这个趋势呢一定会继续进行下去的。最近侪民众来注疫苗，不过莫德纳疫苗送来台湾的时程还无确定。指挥中心表示，当伫收集意见甲国际资料，无排除会诱当注2档之间人的时间。嘛，互外界烦恼讲，注莫德纳疫苗2档若让超过12礼拜，敢会影响保护力？4周以后你抗体掉了，可是记忆还会有存在，它存在多久我们还不清楚。那有记忆存在，就能够有追加的这个空间了。在等待第2剂施打的这一段时间内呢？你因为抗体浓度不够高，有可能会受到感染，甚至呢，如果你得到的是变种病毒株，特别是印度变种病毒株呢，那么你的抗体浓度不够高，还是可能会被它突破产生感染。医师表示，国际研究指出，注莫德纳疫苗抗体增加了真紧，嘛真紧就会降低。临床试验的结果是4礼拜了后，就要注第2档，国内要延到10礼拜至12礼拜才注。虽然抗体对疫苗的记忆还伫哩，不过会当踮伫体内偌久的时间都唔知影。原则上影响是袂伤大，就是爱注意还袂注第2档进前，这6礼拜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双北市开放的当地餐厅内底用餐的头一天哦，早起就有真侪民众去素食店食早顿，卖场的地下街嘛要消毒做准备。台北市长郭文德是讲哦，民众的嘴暗应该爱搁继续挂一段时间。双北市开放伫餐厅内底食物件头一天，一透早素食店阁有袂少民众点物件坐落来食，一边食一边看报纸，享受食早顿的时间。要等这时阵，台北市的居民已经等2个月。因为想要吃麦当劳，所以就来这边内用了。当下拿到是刚做好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汤啊，还有食物，我觉得有差。因为毕竟2个多月没有到餐厅用餐了，所以第一天开放还蛮特别的。为着保持安全的食物件的距离，桌顶有放隔板，无开放的椅仔是搭大张的纸，提醒民众莫坐。更加重要的是，你伫餐厅爱确实量体温，阁有双手爱消毒。为了迎接消费者，大卖场的业者更加是全力消毒做准备，希望开放内容会当诱动真价卖的业绩。我是觉得应该要成长个5-6成吧。就还蛮期待的，要不然大家都快撑不下去了。我们都是保持着配合的态度，那希望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可以让业绩至少看看回到3到4成以上。这个座位区若是放满桌仔，会当有495个人坐。即马收一半的桌仔开，刚有提供50个位，业者全部拢挂喙红甲面红，甲丰富工课做到位。台北熊镇热气球正式登场。上镇热气球登场，为着中正以后的经济，台北市甲台东市合作，结合观光列车，要推动国内旅游。但煞伫这个时阵，艋舺真有名的牛肉面店煞行入历史，甲店收开，等未到台北市的进行活动。台北灯节呢，拖到接近。也要看疫情，如果这个越来越好，那都 OK。所以很多东西是这样的，我们就 do our best， 尽力去安排。恐怕还是口罩要戴一阵子。疫情冲击经济，未少活动取消也是延后。如何伫防疫佮有振兴经济中取得平衡，恐惊是目前政府的上大考验。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望讲会当来保障国手基本的收入。台湾选手伫冬奥摕到真水的成绩，各县市嘛拢提供补助金。加加设伫新北市的迪拜选手，亲像跆拳道铜牌的罗嘉玲，嘛加赌奖金5%。羽球男双金牌李勇一设集伫金门县，嘛会予伊472.5千块的奖金甲补助金。羽球世界球后戴资颖含摕到25公尺手称的第5名吴嘉颖，因设集伫高雄市，嘛发出奖金加倍。不如个扑啊声了后，大多数的选手因未来的生活甲训练费，拢要是真硬斗。选手会担心，他一旦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打进去的时候，即便我们有争取到任何的生活津贴或补助，会在他
比赛结束那一刻就终止了，他可能要面对2个月到3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就业空窗期。在我们现在面对国手的态度，不应该是一个用完即丢的这种心态。有立委提议，若照即卖国光奖励机制，根本都无法度替国手来做长期的训练的支持。选手的培育甲出赛，拢应该为保障基本的收入来做起。国家运动员的生活补贴应该都要有保障4年，照回啊领42300块。会把这样的一个修法的版本跟条文呢提出来。我们希望在国民体育法第22条呢增列这个22条之一的条次，能够清楚用入法的方式来保障他们的基本收入。立委讲，目前照运彩的基金来提拨，也是讲有一寡奖励要点，这些拢无法度实际来保障国手的基本收入，所以都要下党派合作，提出修法版本来适当保障国家运动员因生活补贴的方向来做。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看咱高选手伫奥运的比赛，亲像是全民运动，也毋过有艺人跟政治人物互发现讲，使用亲像安博盒子这款机啊，因无另外付钱得当来收看比赛，引起真侪争议。NCC 个智慧财产局特明确表示讲，这种机啊是违法的，内容嘛拢无版权哦，呼吁民众得爱支持合法。东京奥运引起一波观赛热潮，不少民众因使用机上 App 来看。艺人陈建州翁仔姐因嘛铺文来支持，结果却引起看盗版的争议。转播单位之一的爱尼达伫官方的面册因道来批评这款行为。不过，亲像这款非法机上 App 的侵权案件，最近这几年来有豆豆侵权的趋势。4大运的时候就发现，在爱尔达或者一些运动频道有被频繁的盗用这些讯号的一个情况，他们这些机上盒都是接上网络，那透过境外的 IP 连线的，所有的讯号源其实也会利用台湾或者用一些卫星的方式来做截取，其实是蛮高科技的一个犯罪方法。刑事局讲，这非法的业者通常拢是破解合法的资讯，再搁传到非法机上App互观众来看，而且大部分拢讲因是会当免费看国内外各大电视、电影、戏剧，也是讲来卖这款纯正的机上App。上尾啊，才搁互消费者下载 APP 软体来用。不过 NCC 甲智慧局提醒讲，这些拢有可能是违法。总共有118款，那目前有废止了65款。本会审验合格机上盒的话是机器的本身是不违法的，不合格机上盒贩售的话是违法的。汇集非法影音连结的这种城市追剧神器的这种 APP， 马上放到它的机上盒里头去，提供的引导你去下载这个 APP 的这个路径呢，它就可以知道说它卖的机上盒到底是合法机上盒还是非法机上盒。NCC 表示讲，合法的机上App都要来透过认证，也若无合法的商品嘛，拢有甲铺上网来广告。民众若是无清楚，会当上网来查。智慧局嘛讲，照著作权法制造、输入也是讲销售这个侵权的内容的机上App，上重会当处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50万的罚金。希望民众唔通使用非法的机上App，伫咧支持合法的时阵，才会当来避免收视的品质甲个资外泄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前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今仔正式宣布讲，要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讲伫明年的县市长选举至少要摕一半，力度嘛要过半。2024年，因会推出上强的总统候选人，带领国民党重新执政。现任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表示讲，党内有良性的竞争是真好。穿蓝色的西装配白色的布鞋，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展现少年气，拍出改变牌，正式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要让国民党重新倒来执政。目标放伫2022县市长的选举，按算要摕到一半的席次。这1年半，大家都很满意，我也不必出来，没有2022。就没有2024，在1年内，要让我们国民党的支持度跟认同度超越民进党。明年6都，我们至少要过半。朱立伦宣布参选，嘛直接挑战已经宣布参选连任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这个党内民主，我一向都是平常心看待啊，而且也正面看待党内的良性竞争哦。面对外界质疑讲，国民党伫江启臣的带领之下，民调是真歹。
江启臣强调讲，以民调来看，哪里会出现黄金交叉？面对朱立伦嘛发出六都甲其他的县市拢要过半，2024年阁要推出上强的候选人，要无私拍赢这场选战。不过外界放弃讲，朱立伦参选党主席，目标可能是2024的总统大选。我们要推出最强的候选人。现阶段，我们国民党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包括侯友宜市长，包括想要参选的赵少康董事长，包括我们优秀的卢秀燕市长，包括我们优秀的很多的人才，甚至韩国瑜市长或者其他优秀的人才，只要愿意，我们一起努力。经过一手提拔的部署，新北市长侯友宜就任了后，即嘛是拿赢伫个地方上届有够力的。党内嘛有声音要挺侯友宜参加2024年的初选，侯友宜回应是真保守。守好疫情，让民众能够快速的回到正常的生活，这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三级警戒降级了后，国民党重新启动党主席的选举，会伫个8月12、13开放领票，16、17受理登记，9月25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内已经等候台东县的热气球节确定要办咯，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只有台东人会当参加哦。对8月7开始到9月12，拢总办37天。因为要开放外地人，有业者就认为讲，对当地观光应该是无啥物帮助。已经11年的台东县热气球，煞拄着疫情，到底是毋是要办？前期半年外，毋过县府宣布为8月7礼拜6开始，正式伫地上牧野度假村大草坪举办37天，各向全国地区。毋过今年不止背负外国球甲飞行员来参加，也未提供外县市民众入场。今年的热气球，我们将会献给台东，是只有台东乡亲才可以参加热气球。因为疫情才多降到1级警戒，台东县的观光者期待热气球带来商机。毋过今年热气球煞只限定台东人才能入场，已经有1到2城有订饭店。要来看热气球的外县市民众，拢促销订房，业者认为这根本对旅宿业无帮助。不给看，不给搭乘，所以有很多的游客就取消订房。台东县政府表示，今年热气球活动轮流伫地上甲诺亚高台举办，也是伫促进县内经济循环。只要是涉及台东或者是伫台东工作读册民众，都应参加。逐工早起下晡各一场，付500块，成空体验，逐工应提供500到400人分配管制成空，佮送500块的台东金币到体育商店换商品，促进县民在地消费。记者综合报道。已经降做2级，也毋过所有网络的红人去南投雾社水库生水，身躯边阁有南投领馆处的人员，所以因解释讲是为着要拍宣传的影片，先去现场来了解状况。也毋过外界嘛是认为疫情期间实在是真离谱，水库的管理单位嘛讲会来调查，看敢有违规。一群人伫牌仔顶悬唱歌，搁做伙食物件、啉酒，但是详细甲看，大家人拢无挂喙安，嘛无保持社交距离。其中一个人是网络名人基金月，画面搁翕到有人伫咧雾社水库的管制水域生水，其中搁敢若有一个南投领馆处的人员。就是下班后同仁他个人的行为。那自从疫情警戒以来，我们领馆处已经多次的要求同仁遵守防疫规定。有民众册字甲画面搭伫咧网络社群顶悬，即期讲违反防疫规定。实际登去到现场，有真明显的广告讲这是危险的水域。针对这件代志，基金馆是表示讲，迄当阵是去看拍片的现场，较认水质。出发进前嘛有提供快态的阴性证明。那个水真的很冷，可是我还是要下去的。我想知道那个水里面的状况是能不能拍，所以等于我要自己下去看一下。基金馆做过真侪遍台北市警方的代言人，针对这件争议会失礼，也若是负责管理的万代电厂表示，会查清楚敢有盈利的行为，嘛甲相关的资讯函送予南投县卫生局。他们原来的申请是他们是渔民，他们是用渔民的方式是申请这个捕捞这个水产物的部分，那所以原则上它不应该是有这个游憩行为。万代电厂表示，若是有盈利的行为，会依法罚3万到10万；若是违反防疫规定，会当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相当罚1万5千块。记者综合报道。
公司里的游泳池嘛是阁还未开放，业者教练阁有救生员早起是到疾管署去定情。伊讲，若是伫迄落阁无法度开放，游泳池量要倒落。体育署是强调讲已经规划好，若是教练有注疫苗、快筛阴性，就会当有条件来恢复营业。伊也毋过嘛是爱等指挥中心来公布详细办法。游泳池内面拢无人，全台湾公司里的游泳池业者，顶半年因为欠水甲疫情停业到即马，伫即马暑假已经过一半，真正强要挡袂掉。教练，平均一个月可以赚到10到20万之间不等，然后平常淡季的时候，我们只有2、3万的一个收入，必须要从暑假的一个收入来去摊抵到整年度的一个生计，结果我们暑假完全没有收入可言，补助也只有1到4万块，根本于事无补。3级实营的时候，最大感染热区你都没有把它封起来，为什么我们泳池从来没有感染源？从来没有感染源传出去，为什么我们要被污名化？经营者、教练、救生员，伫早起几落个人挂着透明防水的喙罨，到疾管署外口情绪解封。也有家长带着小学生徛伫路边，强调查某囝偶像就是台湾蝶王王冠宏。若是搁再无练习游泳，明年就将派进入另外各种的体育班，做王冠宏的学妹。就是从小开始，就每一个比赛慢慢累积下来。没有水，然后可是硬要练习，就只能陆地训练。他想当王冠宏的学妹。哦，真的。就是室内场馆有定了一个指引了嘛，哈。那我们现在针对游泳池，另外再做了一份指引啊。没有游泳的时候要戴口罩啊，这些东西都是基本的嘛。教育部体育署回应讲，伫初二已经提高学业的防疫指引，若是教练有注有放射、快筛阴性，就当有条件学业。伫教学时阵也必须配合挂防水的喙罨，不过是毋是当通过，也是等待指挥中心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仔开始会当伫餐厅内底用餐咯，也毋过真侪业者是认为虽然开放，也毋过人客应该嘛袂伤过济哦。伊希望政府会当来放宽纾困的标准，提悬补助，帮助伊生活落来，再来刺激消费，振兴经济。三级警戒严重损长国内餐饮服务业，等遮尔久，台北市初三总算开放会当伫咧店里食饭。业者表示，伫咧短期内市场也会真歹，因为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毋敢来消费。建议政府纾困要较积极咧，因为大部分的业者根本也拢领无。可是开放内容，云不等下生意会回去啊，因为在座的各位，你心里还是会害怕。所以他的业绩没办法马上回去，必须先纾困再振兴啊。根据经济部统计资料显示，今年6月份做食的生理是衰退要4成，创下历史上上侪的一届。尤其是餐厅，比去年衰退幅度搁较侪过4成。主要是以自餐、办喜酒为主的业者，因为暂停伫餐厅内底食饭，生理是规个土。5月的时候，疫情一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内用人数什么都没了，我们营业额瞬间从原本可能1个月30万的。瞬间过到剩5万、6万年，我们一次也收了3、4家的餐厅。业者认为讲，政府已经开始伫咧规划振兴经济方案，虽然毋知影讲，侪业者纾困方案是看有食无，恐惊面临着倒店的困境。另外，休无薪假的人数创下新高，有56000人。也若休无薪假的公司是4388间，嘛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其中，搁以大宿甲餐饮业1187间，26482个人属济。学者建议讲，劳动部推出安稳雇佣计划2.0，应该要有春秋来调整种类措施，先甲无头路的少年人引导去失业率较低制造业。制造业跟服务业工作的青年的奖励的这个所谓的金额，可能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弹性的一些的调整，往那个制造业去寻找工作，而不要把这个求职或寻职的目光摆在这个服务业上面。另外，有学者建议讲，因为今年疫情比去年较严重，未来发展相关，伫咧使用的时阵应该放量限制。也若餐饮服务业的业者是强烈建议讲。振兴券应该会当伫咧实体的店头来消费，帮助互疫情算长较真正力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疫情又搁压起来哦。中国官方的统计，昨有61个本土病例。上海的浦东机场有一位外国飞机的机师胃着病，因着马上针对6万外人做 PCR 检验。另外，武汉对去年的6月份开始就拢无病例，也毋过最近又搁出现本土病例咯。
在中国上海一名要注册疫苗的外国航空公司飞机飞行员2号核酸检测阳性，初步调查14天以来是无来离开上海，密切接触者52人集中隔离。因的第一届核酸检测拢是阴性，并且扩大对64860人来做核酸检测。这检结果已经出来有27174人拢是阴性。为中国政府的资料来看，这是1月21号了后，上海第一届出现的本土案例。从今天上海的这一例病例出来呢，更加显示了呢，全球处于一个新冠的大流行时间节点，输入性的病例，将来呢，也都是有会在发生。另外，在欧北的武汉嘛，传出有7名来自外地工人核酸检测阳性。当地媒体报道讲这是武汉去年6月零确诊了后第一个出现的本土疫情。当地政府除了把这7个人送去病院治疗，嘛对相关的地点来封锁消毒，嘛对着接触者来做病毒的检验。迅速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全面筛查核酸阳性和无症状感染者。以严防输入为重点。中国8月2号公布数字，总共有本土病例61例，境外输入29例。这本土病例是发生在8个省，其中上济是江苏45例。记者张志雄、陈信良台北报道。再来看美国嘛，因为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已经又搁开始滚价，过去1礼拜，逐天拢增加超过7万例。北京的防疫顾问福奇表示讲，虽然未搁再封城，也毋过伊呼吁民众赶紧去注疫苗来控制疫情。民众等下要注红下，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疫情升悬，官方估计未来24点钟久内，新冠病人断线的人数会创新悬。州政府除了希望民众爱赶紧注红下，也宣布自初时开始，恢复全州伫室内爱挂嘴掩的规定。So today I am temporarily reinstating the Louisiana statewide mask mandate for all people, both vaccinated and unvaccinated, when they are indoors and in public. 受到Delta变种病毒的侵袭，美国的疫情阁升悬，伫南部几个州疫情上严重。佛罗里达州的断线的病人占全国的1/4。美国疾病预防管制中心估计，新病例内面有超过8成是Delta病毒所引起的。再加上民众心情较放松，无搁再挂嘴掩，也无保持社交距离。We know how to beat this. We know how to get in front of this to slow down the spread. I am pleading with Floridians who have not gotten the vaccine, go out today, get the vaccine. 北京的首席防疫顾问福奇讲，美国有1亿人符合资格，拢也未去注放射。路透社统计，伫美国过去10天所通报新增加的确诊比例，差不多增加了1倍。So we're looking not, I believe, to lockdown, but we're looking to some pain and suffering in the future because we're seeing the cases go up,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we keep saying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solution to this is get vaccinated, and this would not be happening. 不过，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兰姆伫推特公布家己确诊的消息。格兰姆虽然伫咧去年12月就已经做过预防针，不过伫礼拜六开始出现感冒的症状，伫初二确诊，也趁机会甲民众讲，好佳在有做过预防针，若无症状可能会更加严重。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来看英国对初二透早4点开始放零航空旅游入境的限制哦，因为防疫措施嘛已经实施18个月了。伫伦敦2个主要国际机场，有真侪亲戚朋友上久无见面，一见面目屎就流落来。美国到欧盟两地完全自两期得到认证疫苗旅客，初日开始延伸去10天的隔离期，直接入境英格兰甲苏格兰两地。关于18个月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航厦，透早就真侪人赶紧要甲亲友团聚，接机民众伫出境通道外口等待。因总算看到亲人的迄一刻，大家南做伙非常的激动。It is really awesome. I think it's been a really long time, and actually I'm pregnant with my in-laws' first grandchil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finally be able to be here and share that news with them. It's been a really long time, so. 按照新的规定，这完全注疫苗的入境旅客，要有出发进前做的PCR阴性体检证明，到英国第2天也要搁做一摆。
美欧两地疫情顶级被列做黄色名单顶悬的国家，全部拢适用，只有法国被排除在外。理由是因美国牛津 A7 疫苗防护力的贝塔变异株继续在法国传播。C'est pas une discrimination, c'est simplement un positionnement politique entre les deux pays. C'est tout ce que je peux dire. 不过问题是，法国早伫7月18就允准英国完全做疫苗旅客直接入境。法国当局强烈批评强生政府的做法是歧视，而且无科学根据，因为贝塔病毒病例拢集中伫印度洋的海外属地。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顶个月底，有民众伫汤圆后湖溪出海口的红枫林发现一个女性的尸体，死者是一个29岁外国移工。警方嘛查到讲，这移工有一个50岁同事，嘛是一个外国移工，涉嫌重大。伫咧出海口边的这片挡风林，是甲正捌正高，普通时拢无人。验过7月31日，有民众伫咧同新湖区的后湖溪出海口发现一具尸体。因为这个所在正偏僻，死者的头骨外伤，衫也无整齐，警方认定有他杀的嫌疑，做专案小组扩大侦办。经现场初步勘查，发现死者头部有外伤，周遭血迹喷溅，正有他杀嫌疑。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经过比对，确定死者是女性，29岁，越南籍老婆的移工。调命案现场附近的监视器记录，锁定死者伫咧洗衫工厂的同事50岁姓王的查甫人有嫌疑，该具体到案。专案小组于案发后48小时内立即拘提王贤到案。经初步了解，王贤与被害人为同事关系。23日，两人一同外出时，因发生口角冲突，导致王贤动手殴打被害人，其余状况尚待厘清中。警方初步调查，这个姓王的查甫人伫咧犯案了，也是有去工厂上班。伊讲甲死者责任出去算，两人冤家出手拍对方。验过犯案的过程，甲死者死亡的原因，也会等法医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汤圆节失地的老大人，因为大便小便失禁，和查囝甲囝婿关伫露台外面哦，关甲死亡。查囝甲囝婿接受侦讯了后，嘛互法院裁定收押。桃园顶一日发生一个有失智症82岁老阿伯，封锁伫大楼外口的凉台煞死亡的案件。那像是甲伊做伙大的查某囝甲囝婿，不满意乌白死给放屎尿，甲伊锁伫外口，想袂到煞发生这个悲剧。死者倒卧于住处的阳台，现场状况疑似有照顾不当之情形，报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于中立殡仪馆刑事相验后，检察官当庭指示将嫌疑人依法逮捕声押。检警调查发现，讲这个姓陈的老阿伯有2个后生，一个查某囝。伊原本是住伫安养机构，去年逢接倒来处理，由住伫新北甲桃园的后生查某囝轮流照顾。今年3月份去杨梅，甲因查某囝还有囝婿做伙住。因为这个老阿伯有失智症，乌白放屎尿，所以查某囝甲囝婿几啊届甲虐待。目前这2个人以妨害自由、过失致死罪上班，已经互法院裁定收押。除了自己的3餐温饱以外，如果真的碰到了一个需要照顾的一个个案的时候，那个家庭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想没有走过的人，都不了解这种的辛苦。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表示，台湾因为高龄化甲少子化，平均一个家庭的人口差不多是2.6个人，而且愈来愈侪家庭面临照顾能量崩盘的危机。这个个案去互照顾者关伫凉台的，显示家庭已经出现高风险的情形，需要政府甲规个社会共同甲斗相共甲支持，也有政府长期照护相关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转好，台大病院今仔公布上新的临床治疗成果哦，指出讲使用单株抗体药物治疗10来个病人，只有2人重症，无病人插管哦，嘛已经有13个病人出院咯，治疗效果是非常的好。也毋过针对印度德尔塔变种病毒，效果有可能就会拍折。本土新冠肺炎疫情5月爆发了后，确诊个案增加真济，死亡个案也增加，医疗量能正紧张。为降低轻中度患者可能恶化成做重症，台大医疗团队为6月中开始使用单株抗体药物来治疗16个患者，结果只有2人发生溃疡的重症，毋过无患者插管，目前已经有13个患者出院，也有3个住院改善当中。病毒感染的早期，如果能够早一点来使用
病毒量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那其实这些单株抗体是还蛮有效的哈。医疗团队表示，单株抗体药物会用阻断病毒甲人体接受病毒的 ACE2 受体结合，尤其伫疾病早期，也就是发病7到10天之内，那及早投药对轻度肺炎高龄者的高风险因子的患者，应有效预防同增加死亡风险。啊，不过对印度 Delta 变异株可能效果会下降。病毒发生像是这个结合器，它的抗原的突变。像现在有很多的变异的病毒株，单株抗体就会有效力下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医疗团队强调，未来新冠病毒真可能流感化，每年拢会伫社区流行，所以除了疫苗，研发抗病毒药物也十分的重要。目前全球至少有40个单株抗体药物伫研发当中，台大病院要参加国外药厂的研究，希望未来有更较侪复合单株抗体药物上市，对降低同增加死亡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